喂，Hello，你好，咩？你好啊，我係香港友邦保險 AIA 回訪服務陳小姐聯絡返你㗎。啊？你講乜嘢？避免孤兒單情況，免費上門會面同你講解返你保單現金價值同埋保單健康檢測，溫故保單細節條款、免責條款、現狀分析評估。你講嘢啊？咁最近一年業務顧，喂，唔好意思，啱信號唔好，麻煩你講多次。你食咗飯未啊？ O.K. 為咗保障翻保單嘅權益，保證翻服務質素，同避免孤兒單情況，安排翻區域同事幫你跟進翻。喺香港九龍新界邊區就近你啊？海底隧道。我知道你忙，因為係關乎到你保單權益㗎，阻你1分鐘時間可以嗎1個鐘都得啊。我通知翻負責你保單嘅同事幫你跟進翻。唔阻你做嘢嘅情況下，你幾點收工比較方便接聽到電話啊？你想幾時就幾時咯。喂，唔好意思啊，信號唔好，我遲啲打返俾你啊。你幾點方便接聽到電話㗎？你中意幾時都話幾時咯。O.K. 咁我通知翻負責你保單嘅同事幫你跟進翻，保障翻你嘅保單權益，佢遲啲會聯絡翻你㗎。咁你記得留意翻手提喎。咁我依家唔阻你先，祝你生活愉快，拜拜。